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啱啱就買完餸，而家咧就準備去接小朋友放學啦。咁其實講真，我都係回流咗溫哥華咧，成為咗一個業主，自己住之後咧，先至識得煮嘢食嘅。咁啊，講起業主，最近咧我有幾個朋友仔咧就留言話俾我聽咧，話佢哋嘅物業而家咧就租咗俾人，有咩方法咧先至係合法合理咁同租客終止合約咧？咁如果咧你都有呢一種情況咧，就一定要注意咯噃，因為如果做錯一啲嘢嘅話咧，其實賠償可能係好金嘅，因為大部分嘅政府條例咧，其實都係保障租客嘅。咁所以如果你真係想租客離開咧，首先你要搞清楚你同佢嗰個 contract 仲係 fixed term 緊啦，定係已經去咗 month to month 先。month to month 咧先至可以有數傾嘅。咁同埋咧，一定就要記住以下呢3樣嘢。第一，你一定要提供適當嘅理由；第二，一定要遵守條例；第三咧就一定要做足賠償啦，嗰啲補償啦。咁啊咩先至係適當嘅理由咧？咁我俾3個大理由俾大家啦。咁第一就係你話你要攞翻嚟自己住，咁你可以係直屬嘅家屬住都得，咁但係所謂直屬嘅家屬咧，只係能夠係父母啦、仔女啦同埋伴侶。如果你話攞翻嚟兄弟姊妹住，都係唔得噶。咁啊，如果你自住嘅話咧，呢個情況咧，你就要提供4個月嘅通知，再加1個月嘅賠償金俾呢一個租客。咁第二個理由咯噃，就係你需要賣呢個物業。不過你如果同租客講話，我需要買呢個物業啊，叫佢走，都係唔係一個足夠嘅理由嚟嘅。就算個租客願意配合你離開，等你交吉賣呢個物業咧，你都要記住揾適當嘅人士，填適當嘅文件，以後咧第日有啲咩嘅爭執，咁啊假如租客咧仍然想留低，你就只可以等你收到 offer， 解決咗條件之後，同埋保障呢個新買家咧都係自住，你先至可以叫個租客離開噶。咁當然要俾3個月通知佢，同埋1個月嘅賠償金額，咁先至可以叫佢離開。咁第3個理由咧就係你需要大裝修啦。咁所謂嘅大裝修咧係會影響呢個租客嘅健康啦，而若果佢唔離開嘅話，咁同埋咧呢個單位咧係要佢離開先至裝修到，先至叫做大裝修。咁呢個原因咧，亦都要俾4個月通知佢，加1個月嘅賠償金額。咁但係要注意，裝修之後咧，原本呢一個租客佢話唔租，你先至可以租俾其他人噶。咁呢個 video 咧，其實我只係想講一啲基本嘅分享啦，詳細嘅仔細嘅嘢咧，你真係要需要揾律師傾傾噶，咁避免任何有不必要嘅麻煩啦。咁要注意，如果搞得唔清楚，觸犯咗任何條例咧，其實業主係有可能需要賠償高達12個月嘅租金俾翻個租客噶，咁所以大家小心啲啦。希望呢個 video 咧可以讓大家有一個初步嘅了解啦，同埋幫到大家。拜拜。